家居可以設計，家私可以設計，其實家規同家教都可以設計。你有冇諗過最理想嘅家規同家教係點嘅呢？簡單啲咁講，你嘅家風應該係點嘅呢？中國人重視儒家思想提倡嘅仁義、誠信同忠孝等教導，呢啲都係中華民族傳統嘅家庭美德，係應該代代相傳嘅好家風，成為每個家庭嘅傳家之寶。咁我係邊個？大家都叫我做鬍鬚博士，我係帶你哋去尋寶，尋傳家之寶。我唔係要呢啲床，我係想要公主床啊！各位觀眾，我係鬍鬚博士，我最叻醫公主病。歡迎你哋嚟到我嘅時光機陳列室。呢度所有嘅家私都可以變成時光機，帶你哋去未來尋找充滿愛嘅家。好啊好啊！我阿爸話錫我，但係唔肯買公主床俾我。咁不如跟時光機去睇下未來，爸爸會唔會送張公主床俾你？嚟，跟我嚟。妹妹，呢張就係你未來嘅床。都唔係公主床嚟嘅。你睇真啲，每晚爸爸無論幾攰，佢都撐住要喺你床邊講故事，仲要等你臨瞓着前錫你一啖祝福你。咁幸福，你仲唔係公主？我每晚都會祝福女女，其中一個祝福就係希望佢將來嘅老公好似我咁樣，放咗工無論幾攰都好，都要幫老婆手分擔家務，仲要每晚臨瞓前同佢好好咁大家傾下偈，關心下佢，錫佢一啖，感謝佢。你睇爸爸幾愛你同媽咪。原來我同媽咪都係爸爸嘅公主，多謝你啊，爸爸。小公主，你識感恩就好啦。大家都睇到啦，係咩床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唔好將愛收藏。一家人要懂得表達愛，同時又要學識感恩被愛，將佢成為好家風，傳承下去。其實屋企每個人都可以帶頭建立好家風，將佢傳承落去。